買樓有錢一日都買下去，但誰人能將股票當做薪金證據？諗落買樓只為找到個伴侶，但見近日樓盤偏細，亦長期發水。可惜我偏見或不幸，對凶宅天生敏感。加上人稅也加得太狠，貴到過了界，愧對世人，而懲罰誰亦變成公認的人。買樓真正很難，就難在其實新盤太貴太遠路，怎麼辦？要加按都難。做太大的按，淨內疚也怕無力歸還，也許不買不難，但其實長住租金太貴也太舊，全部太難，買不買都難。若撻訂必有責任給予對方，落地歸還加了20萬，又再有空間。反價亂告，我看似冇得揀，然後賣盤少增多一個也無證，又擔心價錢跳升太慢。可惜我偏見或不幸，對凶宅天生敏感。加上人稅也加得太狠，貴到過了界，愧對世人，而懲罰誰亦變成公認的人。買樓真正很難，就難在其實新盤太貴太遠路，怎麼辦？要加按都難，做太大的按，淨內疚也怕無力歸還，也許不買不難。但其實長住租金太貴也太舊，全部太難，買不買都難。若撻訂必有責任給予對方，落地歸還加了20萬，又再有空間。反價亂告，我看似冇得揀，然後賣盤少增多一個也無證，又擔心價錢跳升太慢。無論二手樓一手樓，都永遠記住第一屆，定要張開雙眼。